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。我哋呢個 channel 一向都係用主流媒體較少講嘅角度，去分析各種社會現象同民生議題，講一啲社會實況。記得幫手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， 仲可以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page。有咩題目想我講，都可以留言話我知。今次係港澳大不同第5集，呢個節目暫定逢星期六播出，專講港澳兩地喺社會、經濟、制度同民生上嘅不同之處，同大家一齊集思廣益，睇下兩地有咩值得互相借鏡。呢個節目每5集會做一個合集，星期日出街，方便大家一次過重溫同觀看，敬請留意。上集我就講咗港澳兩地旅客結構嘅不同之處，有興趣嘅朋友歡迎觀看同重溫。尋日我都有睇 Ken 哥直播玩生化危機9，我尋日先下載，今晚先有時間玩，遲啲再同大家分享。講返正題，最近香港財政預算案出咗爐，大家最關心嘅派錢派消費券，今年係完全冇，好多市民覺得失望，因為澳門已經派咗19年。每年都有1萬蚊現金分享，香港就只係做咗一次2011年嘅6000蚊現金分享，之後就冇再有。今次政府話用退稅加免稅額，派多1個月綜援同長者津貼去代替，四口之家一年慳到過萬蚊，但市民就覺得袋入面冇即刻多咗錢用。市民最大不滿係政府將大量資金投入到北部都會區，冇將錢優先照顧市民同解決社會最燃眉之急嘅問題。澳門嘅現金分享計劃係2008年開始，源於當年勞工、黑工同官商勾結問題引起民怨。政府為咗平息社會不滿，就開始派錢，由最初6000蚊到依家每年1萬蚊，已經成為一個傳統。但問題係派錢冇解決到根本嘅就業同外勞問題。市民收入依然受壓。之前澳門全民派錢，只要有澳門身份證就可以。再上一次，甚至要寄4萬張支票到香港。但絕大部分住在香港的澳門市民都是透過銀行戶口收錢。近年新規定要每年喺澳門居住滿183日先有資格攞錢。生活同工作喺大灣區內地城市依然有資格，但住喺香港同外國就冇。結果超過20萬澳門居民失去咗資格，寧願放棄1萬蚊都唔返去住，因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嘅生活同就業環境更好。呢個就反映咗派錢唔等於留人。香港疫情期間派過幾期消費券，刺激到短期消費，但用完之後市道又打回原形。澳門亦派過幾次消費卡，每日限用300蚊，短期令零售旺咗，但長遠冇改善。依家香港政府覺得零售、餐飲市道回穩，訪港旅客大增，所以唔再派消費券，反而集中資源去基建同 targeted subsidy。香港市民近年消費模式改變咗，平日只買必需品，週末北上深圳，甚至飛日本、韓國、台灣消費。本地零售同餐飲業持續受壓，結業潮不斷，所以好多鋪頭覺得冇消費券支持，生意難頂，甚至直接結業。呢個就係治標唔治本嘅例子。總結嚟講，澳門派錢係揞口費，深層次嘅社會問題依然未解決，社會存在不公平，就業依然困難，外勞氾濫，黑工過界，勞工嚴重，假招聘，聘用外勞後解僱本地人，或將本地人變成兼職，本地人長期收入和開工不足。如果你問絕大部分澳門人寧願要呢1萬蚊，定係一份穩定工作，相信絕大部分會選擇後者。更何況，如果每月人工多幾千蚊，根本就唔志在呢1萬蚊現金分享。香港唔派錢就靠稅務寬免同 targeted subsidy， 兩地政策各有利弊，但真正要解決嘅係就業、產業結構、消費信心。派錢派券只係短期止痛藥，唔係長期解決方案。我自己當然支持任何改善市民生活嘅政策同方案。派錢同消費券方面有就最好，但更需要有長期方案，幫助市民就業、安居樂業同改善生活，先可以真正提升市民嘅幸福感。
呢度係 Inspires HK，我係文哥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、comment，令更多人關注支持我哋繼續發聲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